咁我有樣嘢想問咧，就係其實而家隨住個香港社會咧，就不斷對於嗰啲即係你頭先一路講緊嗰啲少數派嗰啲抗爭分子，就喺度不斷打壓，話佢哋有咩車毀人亡啊，又或者係話啲即係話佢哋個腦有問題啊等等嗰啲。咁其實佢哋走出嚟抗爭，去對抗呢啲多數派嘅意見，其實係咪喺香港係有冇效咧？如果係冇效嘅話，咁樣應該要點樣去做先至俾到啲香港人係知道佢哋做嘢其實係啱嘅咧？呢個有冇效係一個假設性嘅問題，未曾發生嘅。咁我哋過往5年，你睇睇50萬人出嚟遊行，有冇效啊？有效，起碼23條一路都未立法。第二，董建華真係落台。好啦，某啲人喺個議會度掟蕉，有冇效呢？有效，唔掟就700蚊老人金，掟咗就1000蚊。出邊有啲話80後、90後為立法會，下下都話貧富懸殊，呢個呢，我哋冇出路。有冇效呢？嗌得多一樣有效，因為呢，你而家夠18歲未？夠你就等收6000蚊啦，係嘛？喂，呢啲係咪叫效啊？當然係啦，係嘛？但係我哋唔可以話喂出嚟呢啲掟兩下蕉，你諗住會即刻實現普選啊？呢個呢，未免係不切實際。但係呢，每一個人行一小步，或者容許呢啲所謂我話咩叫激進？你睇下上2個禮拜，英國爆發，倫敦爆發25萬人街頭大暴動啊！反對英國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削減公共開支。半年前英國啲大學生啊示威遊行啊，發生暴動啊，攻入保守黨總部啊，喺倫敦泰晤士河邊啊，揸住個滅火筒啊，有一個學生啊4樓掟落去啊！全部 YouTube 有得睇，呢啲係咪激烈行為？係。咁喺英國嘅呢種法治社會容唔容許呢啲發生？佢冇話唔容許，但係一旦你觸犯法律，佢即拉人。佢拉人呢，佢係一個法治嘅層面上拉人，唔係一個政治層面嘅檢控。你知嘛？你2次啊，半年2次都遊行時佢衍生到暴力喎。英國啲警方騎住啲馬去打人喎。佢嗰啲示威者亦都向警方掟石 ，OK， 你觸犯嗰個法律，根據法治嚟拉人，唔係話第2日你會有《泰晤士報》、《衛報》、《獨立報》、BBC， 全部嗰啲節目主持人社論一定要話要拉，冇咁講啊！嗰啲社論冇話叫Cameron 金馬倫首相將呢啲社會動亂啊嘅勢力扼殺於萌芽狀態，如果唔係呢，就會唔穩定。如果唔係，國家會解體啦。你聽唔到呢啲輿論，警察就會做嘢。打開，對唔住，你掟滅火筒，呢個違反咗第幾條？捉咗之後，交俾司法去審理。法官唔會接到電話，首相府或者警方打嚟呢件嘢呢，你唔配合呢，從重判決呢，係搞唔掂，冇事，係嘛？呢種係咪激烈嘅行為？係，因為已經係臨界邊緣，再過一步就革命啦。但係成個社會成熟，佢明白點解會有呢班人會咁做，佢哋亦都知道係犯法，佢哋亦都係預咗坐監，預咗開除學籍，但係佢哋呢係有一啲嘅訴求要表達。全個社會如果成熟嘅話，唔會去問啊呢啲人激烈嘅遊行嘅方式應唔應該存在？呢個咁樣問係多餘嘅，你應該去睇。如果咁樣嘅話，請問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要有乜嘢對策，先至會令呢啲事發生？係嘛？我哋成日要問，而家呢個社會就問一邊，哇！呢啲咁嘅激烈掟蕉咩嘢，講粗口咩嘢？今日乜嘢會促成到掟蕉講粗口咧？哇！呢啲班80後走去圍立法會，係咪冇嘢做咁樣咧？係咪同警察對峙？咁啊乜嘢促使到90後、80後唔做嘢，走去圍立法會咧？得閒唔好去打下機，得閒唔好睇2套 AV， 得閒唔好同女朋友出去咧，係嘛？去談下情，係咪？一個成熟嘅社會唔係話一味就去譴責嗰啲激烈嘅行為。當然激烈嘅行為係由一個法治嘅社會自然有解決嘅方式，但係一個成熟嘅社會就會問。係乜嘢會引生呢種咁嘅嘢出嚟？英國就係咁啦，法國
爆發法國大革命嗰陣時，英國隔住個海睇住好驚啊！因為咧一個皇室已經俾人推上斷頭台，隔離荷蘭、丹麥派兵去圍剿革命政府。當時英國嘅首相係年僅28歲，叫做 Pitt。佢周圍嗰班自由黨議員話：咁樣落去咧唔掂啦！有朝一日法國革命喺我哋英國發生咧，呢個英皇都會上斷頭台。咁我哋應該點做？佢哋就係審時度勢，當時嘅結論：世界已經變啦，人係會覺醒嘅。於是喺英國即刻有議會裏邊自由黨嘅勢力提交議案，我哋主動要做啲嘢，例如要廢除奴隸制度，例如咧法國革命佢哋提出嘅自由、平等、博愛係由美國獨立革命嗰度嚟，佢哋呢啲新嘅價值觀對我哋有參考嘅意義，所以我哋主動去廢除呢個叫 slavery。1802年英國國會通過，你有睇《奇異恩典》嗰套戲，就係廢除黑奴制，不准東印度公司再去非洲運啲黑奴嚟。呢條法例通過咗，上下一齊執行。英國皇家海軍以前係派海軍護送東印度公司將啲奴隸船運嚟英國。喺呢條法律通過咗，英國海軍係專門截查東印度公司嘅商船，一查到嗰個船艙有黑奴，拉人封艇，咁啊冇事咯。所以英國到而後來一路冇發生過流血革命。佢好 proud of 呢樣嘢，到而家威廉王子大婚，你全世界都喺度睇啊！又話神話王子公主，係啊，呢樣嘢法國佬冇，我有，係嘛？呢個先至係一個成熟嘅制度同埋當權嘅人應該諗嘅嘢，就唔係話你咁樣送上斷頭台，你呢班暴民，你呢班咧係嘛流民，係啊，當然佢嗰陣時係暴民流民啊，好慘噶，係嘛？但係更加深層嘅就係我要做啲乜嘢，權力喺我手。而令到呢啲事唔會發生。咁咧，香港係咪一個成熟嘅社？你話俾我聽係咪啊？你話俾我聽，堂堂曾蔭權或者呢個叫做禿鷹啊，被視為禿鷹嘅警務處長，有冇我咁嘅見識啊？咁而家喺出邊嗰班示威者咧，其實應該點樣自處咧？喺而家呢個咁嘅社會，我唔會兵嗰班示威者㗎。嗱，即係話阿李卓人。要求最低工資28蚊唔夠33蚊，你俾到33蚊，佢就60蚊。我唔會鬧李卓人㗎。喂，因為佢嘅票就喺嗰度嚟啊嘛。喂，28蚊多到33蚊，佢多咗好多，佢有班擁躉㗎嘛。因為佢係講到明，我係代表工人㗎嘛。既然講到明我係代表工人，我自然有幾多納幾多㗎啦嘛。我理得你啊，係嘛？我就算50蚊一個最低時薪，嗰啲工人都唔會有錢過李嘉誠啊嘛。係嘛？所以你不能夠話李卓人係害死人，李卓人害人精。個問題就係嘛？你講到行政主導，講到係一個成熟嘅社會，如果有咧一個咧民意能夠反映通達嘅渠道，你絕對唔會俾李卓人呢啲一小撮牽住你個鼻嚟行，係嘛？所以呢個就係你話成日溫家寶講深層矛盾，佢講唔出呢樣嘢。佢個處境咧係不容許咧，佢講。如果佢今日喺度聽住我講嘢，佢都會拍爛手掌。我話俾你聽，我所講嘅深層矛盾就係佢心裏邊諗嘅嘢，係嘛？所以個政府啊嘛，你手上有錢、有權力、有人才 ，you can make things happen。係你只要你有呢個見識，你就可以令到好多事發生。或者你只有呢個見識，你就可以避免一啲大家都唔想發生嘅事發生。點解你唔做呢？係咪啊？